囡仔無佇厝裡了後，要困之前，我會佇裡後摸一睏仔電腦。若好運，佇 MSN 內底會看到伊佇山頂。雖然有時參伊講兩句仔話，伊攏嘛回一兩字，哦。我這個網絡母安尼想，伊若佇山頂，無論有講話無講話，攏是表示伊人平安佇宿舍。安尼我就滿足咯。電腦放佇二樓客廳，電火用一個4寸的日光燈，甲一粒100集的電火球啊，光線充足。佇老有便所迄間房間做引擎來用，無咧大。趕人囥熱鬧的衫，熱人囥趕鬧的棉被。要入去便所時，我就喊你擱切火。迄暗甲電腦關咧，準備要困啊。腳拄要踏入去便所的房間，一隻鳥仔佇房間飛起來，因為光線無明，看袂清，加上家己的幻想，迄隻鳥仔看起來若像一隻肉熊遐大隻，掠着半個房間的天幕。我驚一個發甲遮大聲，甲已經困去的阿芬驚精神。可是我又擱跋倒，問講昏怎啦？我講厝內有一隻鳥仔，伊聽我講煞，知影人平安無代誌，就隨個倒落去困去啊。迄時我已經毋敢用樓頂的便所，就去樓骹解決。要困，聽若去你樓頂，閣拄着鳥仔，想要樓骹困，閣驚伊隻看起來大隻的鳥仔飛落來找我。若安尼，我就會驚死啊！喙齒緊夾咧，想要用真緊的速度去你二樓，正害骹手都毋聽話咧。心肝比卜菜，房間門關咧，緊轉入去網搭內底，希望迄隻鳥仔袂曉開門掀網搭。過陣工透早早頓款好，要上班之前，去你樓頂甲落地玻璃窗攏開開，要趕鳥仔出去。鳥仔為眼睛仔飛出來，這個看，嘛才一隻細細隻的厝鳥仔爾。昨暝用幻想甲鳥仔放大幾若倍，嘛甲驚嚇放大幾若倍。毋知是鳥仔戇，也是驚，毋敢飛過，干那為頭前封死的玻璃窗一直飛。這隻戇鳥遐爾拼勢要找主意，煞找毋着門。較拼嘛無采工，上班的時間要袂赴啊！驚伊佇厝內無物件通食會枵，買一杯米囥佇玻璃窗邊仔椅仔，希望伊會較巧咧來食米。下晡下班轉厝，阿芬講伊已經甲鳥仔趕出去啊！幾若工攏無啥甲暗時去用樓頂的電腦，迄暗要用。問伊鳥仔敢真正無佇厝內底啊？阿芬講，嘛才一隻鳥仔爾，是咧驚啥？